他们把球传到中路之后，非常坚决在门前一个射门，Go！ 现在我们被长荣威权打压成这个样子，罢工明明就是基本的人权，这已经不是空服员和长荣航空公司的对抗，也是民主和威权的对抗。长荣空服员的罢工，就是台湾工人对抗台湾大财团的缩影。希望小英总统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，好不好？准备要跟他们全力一搏，他们在走路呢，祭出了他们一个反霸凌的一个遭遇，然后现在准备传送到中路，可是现在长荣航空呢，他们祭出了一个准备惩处24名空服员的一个招数，密集的防守中路，可是空服员们他们完全没有放弃，他们把球传到中路之后，非常坚决在门前一个射门。